玉梅娘娘上公堂，因为只有头章王法，所以大米郎硬帮头王。那闲话反转来讲，迎娶的只有这个样子一来，只有他是那副头章，该将儿子不扩大了，家人皇帝要安大人娘，大办不得，还因为个张儿子，一儿上公堂，揭穿头王，证明真相之后，那么只有落不落人。在那这个讲。百姓我对议论，泥房里是有房，搿帮泥房搿哪来噻？帮泥房得在大房，我做西在。大房里向有财有势，泥房里呢，泥房里个朋友拎不清啊。동地一国里不改落，哦，我就是讲帮呢，不，面孔哈了一杯。大胆丫鬟胡言乱语，还当了得来啊！张嘴20，当茶棒抽过来，拿一儿拖到旁边，20几年光，这一儿结果硬，20几年光，沙沙实实，不喊一声，哎呦哇！但好，搞不了同胞，司马英俊，大老爷。在本大老爷公堂上，你招还是不招？司马英在眼睛里向好话喷得出，你望空你也有父母啊！一儿讲到这个情上，你为了见我这，而且侬一儿这个20几年光啊，你哪走得出啊？石头里发根卷子呀！大老爷，小婶婶内有啊，有啊，内招。来啊！上刑！来！这两个当差良心蛮好。你说呀，这把米水比肉之口。哎，小婶婶是有望，我有望内招。上刑！来！当差棒，嘎棍夺出来要上瘾，我对被老百姓看不过去的。来兄啊！老弟呀！我不是同比家做开来夸张，也是夸个嘞，有啥种欺负人家呢啊？啊个只有一定拿着铜地的，肯定个水下去着呢。我挨回来我要上枪的。上枪上！问官啊，什官啊？你打水铜地的哇？嘿，本是打水下去着的啊。我当你讲打水铜地呢有点苦，还有点苦嘞。哎，你养出儿子唔把屁股养出侬要进档次。哎，没这个。一个朋友来吃红鳝鱼。头面只鳝鱼红得不灵，那么你讲你熟吧分熟，你讲你三把的鱼地熟，各3个，吃五子面，都特不舍得。现在一头皮个窝塞，咁这个只有啊，嘿嘿，天难了。问官啊，你大概头皮我头里发问，儿子身不清爽，这个穷要请来吃点心。不晓得你多么是法都开头个。老百姓才是心知肚明的，只有今朝是混脱了海，肯定得罪黑吃噻，才是气得来同帮起家。旁边一看，哎呦，你多么子啊？我还要多嘞！哎呦，手里唔少少啊！哎，一口嘛家朗像一双哈子来的真狠，已经扑得来4通8达个在，我里向新儿子高知不来在走喊我复数的这样，干嘛呢？今朝天天的稳固啊！砰！头到水里嘛！哎呀，恭喜他去见了！哼！问那个姑，去那个罗姐，今朝穷要请你吃一顿麻鸡手啊！还有个朋友跟的，上一年挨他坐过店的老板，哦，这个人相当耿直，多么子啊，蛮好，连水里向唔耍耍呀。隔壁有个毛康。把到毛康个浪去拾得来2块，哦，这个2块啥的质量好，擦辣椒黄酒光的哇，这个味道上面去讲里子，拿过来，至于啊，你欢喜同的呢，穷要送2个金块不呢？不晓得周岁了，这个拉就特意滑，当一个滑塌破落脱，在那门前，有3个快结婚。
日本只有个南门，只有一个，哎呦！南门浪向来了让钢腿开火啊，头往下头嘿一缩，来这个一缩，呱，苏马个齿都脱，搿点苏马扑落脱得到地上做官办员呀，苏马得脱出眉头个，一方面要紧步下去，要紧拿苏马头上一套，哪个哈子？门前跟去年哈个。背一根刺嘛头割啊呀弄得不是样枪把老子个头往这里枪打打进去，你这个打进去嘛老百姓也为了起哄了，当场实现搿种人个上面你爱上瘾啊，非要上瘾在老哑巴特在你再上瘾，老百姓冲进来非要看你家所在银鱼家上放一放，拿司马印进手改。一方面司马印进手改，老百姓看看，那犯人打下去着，大老爷大追着，咁么所在，大家摩托些三门，陆续才围住去着。可只有大子里向是惊魂飞定啊！哎哟，老百姓被打进来啊！打进来是我大不得吃啊！哎呀，可当插进来嘛！哎，这个来啊！来呀，进来呀！外面刁民有没有打进来啊？哎呦，来呀，没法哈！哦，刁民啊，统统追脱个噻！刚刚是看大营业上单司马印进身啦，是啦，李东们这个半打不平，站起来。可现在司马印进手改，银鱼分账单里是啷个的刁民，统统在晒光了噻！哦，都回去了，统统追光，一家不停。我怕他们打进来哦。哎呦，不爱个，来呀，与你保呢，你多定了放肆。好，哎，这个退下。哎，有什么？害人全部曝光，心稍微定一定。哎呀，都是一不定心者。为啥不定心？哎呀，这国办于独立清上，老百姓众怒那位，实际非众怒，我搿点数嘛，还要不来管。神人今朝是公堂之上，后令神起哄，杀亏杀我身，欲恐怕非命算。当上司高分明，我对了什么？欲恐难报名，一旦头长漏了眼。修草不必难于好水深，哎
老百姓各得上司衙门，修草剥皮的财民。明日辰光，头涨70罗两，修草剥皮，我1000两，1000两悠悠炒出来。哎呀，你哪弄法？哎呀，这个一趟生意，我蚀本蚀得一塌糊涂呗。我3000两，就来知西关，倘若我此番对人，我只有得税1000两银子，来挨打做过期间。我刮天刮地，刮上1800两，上户穷不过呀。搿中上户真阿拉来个，谁有高低大低，我得苏州去，苏州鱼米之乡，人间天堂呀。那么2回木匠，61千，花2000，搿刮得来个地，刮得来个地，利息总要个咯。是啊，也拿那弄法，要么10个，我立即西去，相见大少君，把此日当然将分明，2两怎样进我们？我这只西瓜当上抛弃。我出衙门，但我过月了，这个只有作业税税，我只要2000两银子到税本地老位，嘿嘿，我要改个好长户子。我立刻动身到金人去。密接你大人，我在研究过，好了今年，对，这个过无所谓。2000两本地老外稍微有点财团，我叫2元盈余啊，记好算算。会长白讲，1件小条，不起眼。啥地方老百姓在外头堵了了，我出去我大摇大摆，你都冲上来请我1顿3碗，办不上。1件小条，过来到司马府门口点脚关闸门公通报。是我只有去路家举荐杜少爷少奶奶，门公大爷没要紧，哈哒哒的喷到里下，一看杜少爷少奶奶说好了，听到了，把杜少爷少奶奶，那哈，外头只有去路家是要举荐杜少爷少奶奶。哦哟，吴如仙一听，只有来着，来得正好，我是想请你问问清爽。司马引进以后，乃当地预备那哈，也谁给谁特走分配呀？心里想是好啊，这个一儿无对我随便拿分可讲的。本党建立上公党作证，也可以暗杀司马引进，想不到非得分暗杀的，而且顶到奴女夫妻2个头暗一块啊，没哈弄得了百姓饱受公党，只有个哈得了带进去。
该张儿子分裂条改，所以后得来围住来随如一儿一顿三问，现在归了上房间里向，稍微吃脱口气，听见的只有来嘛，真好。人多啊！哎是啊，出去打蓝舞台时，虽说山奶奶的头山压了爱打公园蓝舞台。有什么？门公太当外头，排队只有一缸，只有的买五星。蛮好。今后了，这个2002段有希望好杀岗了。笑嘻嘻，门公那里领过来，一看，哟，司马英豪何日先已经立好了海了，打上来，哎呦，这个大少爷大少奶奶啊，哎呀，冒昧登门呐！来不得呀，不必客谈，来，喊上请坐，地下请。三家头在里向分宾至寿定东儿送狗虾米报数一回，第五人通通抬出去。来不得呀？这个少奶奶啊，不晓得今朝的父郎还有啥个贵格啊？哎呀，今天来嘛，这个一来是登门拜访这个二来嘛，就是为了贵府司马英俊一案为此我先说这个张儿子。对呀。那还讲少奶奶啊，你也知道，今天公堂上百姓报效公堂呐，是哇，这般刁民胆大妄为目无王法，纲纪大闹公堂，一个谁应当请过吃三碗。哎呦，大少奶奶啊，这个事不好办哦。那不好办？这个我打满堂红犯了众怒，那可不得了的事。哎呀，这个事那哈，大少奶奶照我看呢，司马英俊是一定要办死的。当然了，但是老百姓大闹公堂之后，这个本县也怕呀。破的啥家？怕他们这个万民状递到上司衙门，这样一来，这个本县乌纱就不保喽，是不是？那么乌纱不保是一回事，办案又是一回事喽。这个大少奶奶也是通情达理之人是不是？本县呢，这个纱帽是捐办捐来的。来就被出神对。这个我3000两纹银在严世蕃大人那里这个捐来的这个到了这里下官就在后悔了。这啥家？哎呦，太穷了，老百姓穷的叮当响，我这个做官呢，我要有赚的，我赚不了。哎呀，做了1年。这个我只有到手一点点，哎呀，这个3年我肯定是要亏本喽。想不到那哈，大少爷出手阔气，到贵府这个1000两纹银已经给本县喽。哎呦，这个本县是高兴呐，这个，所以。司马英俊这桩案子一定要办的。那么大少奶奶那哈，这个今天本县也厚着脸皮来喽。这是我这个3000两纹银呢，拿了1000，还差2000哦。这个常言说得好嘛，送佛送到西天，摆渡摆到江边的。这个大少奶奶家里万贯家财，要不这样，再给本县2000两纹银，这个本县就把这桩案子办妥喽。我这个官也不要了我到别的地方我再去捐一个官了。对李妈妈恨不得一记耳光，啥不是？今再来看我何如是一个做工1000两不知内嘛，谁说是应当办啥官？回来等我看做工2000两。来不得大少奶奶那个意思是也背上个线索之门，也再不能2000两银子。那我是捞回本钱喽那么来不得我倒想请问
今朝我不知你2千两，你明朝再来问我拿2千两，以私募银金不赔什么？你叫我拿赔你？也是怕个嘛有两句呀，搿是家区，分啥事？我走过灾难9辈出生，搿一句闲话到底为是什么？哎呦，大少奶奶，你这个话，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嘿，啥个意思你会不明白啊？他是拿着我同地，万也是啊，也像这府邸动这个，我哪吃得下你？哎呀，少奶奶啊，来不得，这个照你看是什么意思呢？在我看嘛，你先拿私募银金赔上，再来拿这个2千两银子。不来个，这样子个手，你要拿账的，种苗地一嘎嘎出来的，啥？先拿私募银金赔上，我再来拿银子，拿得啥个？拿不着的。哎呦，少奶奶啊，来不得，这个，我把司马印军办死喽，我再来拿2000两纹银，是不是？没准。这个，如果我把司马印军办死喽，到时候您少奶奶跟我说这个银子我不给了，我找谁去要？哎呦，还奇怪，我心思不理睬着，我思想不内在，背上3说这么1千两，足够了，足够。那么呢，把你讲出的有点关好，哈拉面孔一杯。哼，来不得。哎，来着的你讲啊，公啊掉啥人害啥，你夫妻2个就害啥个？为啥要害啥你？随时为之动地银子。哦，你今朝还2千两了，是啊2千两。我今朝2千两随时发给门内预备，那哈？我想不到的，那谁那家外头能够随时发给你看呢？那哈？落不落人？所有先生啊，你玩书啊，我来玩书啊，我玩书啊。顶多多脱个书嘛，你玩书啊是多脱个口浪头，哎，看啥人玩得过啥人。哦，少奶奶啊，来不得。这个你的意思就是2000两纹银是不给了？当然。那么这样吧，那哈，做官呢，有的是求名，有的是求财，这2个里面总要有一个喽，是不是？哦，没有名没有财，这个做官太窝囊了。本县呢本来是求财，那现在呢我要求名了。好，你预备那哈？嘿嘿，那1000两银票我还给我，不要了。啊？到明天我重新审堂，把此案重新审过，让老百姓都来看看本县会不会升堂啊？这个凶手到底是哪一个？本县能不能够查出来？本县钱不要了，明天公堂上见。不注意身体，忙着外头出气嘛。哎呀，把这个私募银行吓啥人？哈宋先生啊，搞支部呢出来不然？为此2000两银子重新升堂，你2个头吃鼻子干。哎，那不得，没，哎呀，夫人啊，做啥？你非要这个兄呀，随便啥个事体，大家退一步，海阔天空。哎呀，哦哟，看来我们啦，你多慢慢叫大家坐下来再谈谈。虽然2000两不知你们老得在。哎呀，对男人看看嘛，你真正不出息。谁让我吃米干？干嘛呢？现在真正也龙天上个上欧子们，你不是对吧？这个来不得，没。只有听见还没，你也不想去，定好同地要打算。这个大少奶奶啊，还有什么吩咐啊？今朝看了我男人面了，哦，这个2000两银子，我镇定不了你拉无的。拉住，不要这个怪数嘛在肯拿出来去。哦，哎呦，大少奶奶明理之人呐、多谢喽。那个妹妹姐啊，什么呀？
来不得啊！啥子你两高头在你知你问？你不相信我了为你来了，是个？你来个折中的办法。哦，这怎么样可以折中呢？我叫你男人马上下一张假的。2000两假的。2000两。是你们那家2000两。这张假的不了呢。但是我写出是人对落地。你凭这张假的来问你也2000两银片那口，那哈一样个，一样个啊！本无张假的，欠我2000两银子，到辰光凭假的条银票，蛮好。一看答应下来嘛，司马懿啊，你写张假的，签名签好，图章刻好，连同刚刚朱由拿出来的1000两一道，交给了朱由。朱由没高兴，身边看一看好嘛。哎呀，这个大少爷大少奶奶啊，这个本县就在此不多耽搁了，我回衙门要去办司马英俊一案了。没哈，来不得呀！这场儿子谁也巴托那张。哎呀，应当，这个得人钱财与人消灾嘛。好，这个两位在此耳听好消息。谁等你哈？谢谢长。告辞，当我的上节子回转衙门，那么这个儿子拿身法，哎呀，上公堂万万不可。花厅审问，拿司马懿先带上来，按上了。刚刚公堂上有老百姓帮你忙，花厅上没个。早睡早不早，吃苦头，3根夹棍在旁边。可司马懿在哪肯上？一儿20几年光啊！我随着俺走出来，我骨头是干我啊，冤枉难找。来讲冤枉难找，上瘾！3根夹棍上去，多数人难吃得消。2步一摔，当场昏厥。那昏厥，只有拿张纸头过来，砰！拿里个截头印打好。俺们上头做家看工的，家看工带下好，截头印有了还吗？司马懿进当日死了。一方面司马懿进关到了盖里，一方面脑子上加个看工带，司马府了等消息。这个事体紧出眉头，要土房里向的高小来帮忙的。只有成就一起下家过来到司马府点交通报，老样子听到等候蛮好，一路打进来看工带拿好了了。哎呀，哈哈，大少爷大少奶奶了，哎呀，来，还下请走请。哎呦，好消息啊！上海谁是家？你看，什么的？口供单。口供单？这么长那么短。我这个伪造口供单全部做好了。公文到北京，维文倒转，司马英俊就要杀头了。少奶奶不得你背时得你给。哎呀，应当。哎呀，不过少奶奶，这是这个事啊，还要请少奶奶帮忙喽。帮啥个忙家？2件事情。2桩事情。一件事呢，就是公文到京城，维文倒转。哎呀，我怕呀！破题少家，我就怕这个百姓告到上司衙门，公文还没倒转，这个本县的乌纱已经不保了，是不是？这个本县乌纱不保，换一人知县，这个办司马英俊的案子要重新审理啊，又麻烦喽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请大少奶奶帮忙，请令尊华老大人在北京呢催转京详。这个维文早一点到嘛，这个司马英俊早一点斩首了，在本县的手里斩首嘛，这个事就全不了了，是不是？好，那不得你想得周到。哎呀，应当。见你要催促京详来放心，这桩事体办了我身了。好，这个还有一桩嘛。我有替你找啥个事体家？哎呦，少奶奶啊，你公堂上你也看到了，这个贵府丫鬟燕儿在公堂上胡言乱语啊，
对，百姓报效公堂，弄得下官这个很难收场哦。小的不是个么子。哎，这个丫鬟呢，你不能让她跑出来喽。再让她跑出来，这个外面胡言乱语，这个本县难做呢。维文还没有到，这个本县乌纱不保，对大少爷大少奶奶也是不利的，是不是？来吴太太多定了，放心。一儿是个毛这个屋头，用不上那个，我晓得那哈吃之力。哎，好，哎呀，大少奶奶真是聪明人呐，我就是这个意思喽啊。那么既然说到这个份上，本县就告辞了啊。个来吴的呀，让你来送呢。哎呀，送呢。哎，多谢，留步啊。外出衙门，只有外出衙门一方面喊公文，哎，当然，何如谁家的？康杀一人，康杀一个马的一个窝的民上的法律，三个康杀一条狗要点名的。点都不讲马山们，哦哟，东家水料子那个啊，如果人康杀了，没啥大不了事体的，要点名的。规则要康杀，但是个司马应下你。东华那觉得，一儿个面孔标志啊！嘿，本来已经跟那个兄弟要想下水没机会，那么现在灵光来了，随这个靠啥里啊？慢慢讲，我们先要摊上一个便宜后，哪里下来靠啥里？不晓得一个人啦，不能一进东华那间，同志华那间有八音的，八音你想不到。是这些人啊，现在嘛应当庆祝的，事体嘛基本上摆明在一儿早一些考察，晚一些考察，不要紧管。来，先吃得两杯醉吧。我是谁想没好，吃醉吃。我是谁酒量不灵，一吃醉在。司马银行酒量还太歪，吃得来糊里糊涂，人晃了晃。刚起步摆明在。来寻一儿了，一路过来到沙房给夸，手起他门嘎推开，一口门，往那个沙袋了，一儿姑娘，本身了呀，忙内来在，一儿做娘，公大郎被斩之而生，围住来也是一顿多打。现在玩下了沙袋浪向昏昏人人，十三队想听见声音，对胖抬起来一口，司马银行问：“可你个强的，哎呀，不懂汉还进，你这个一国奸细，你担此责任呐？”咦，本身了要来忙呢，那倒蛮好啊！我本身了要一国奸细，一儿姑娘。我当然是做人啊，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啊！别领不清，你们去跟了我个兄弟，我个兄弟刚的呀，许多的，不像侬那聪明，你还晓得老弟子哪位世家？侬打高山两高的龙杀的，龙杀子老弟子，兄弟杀苦浪的，你得刚当。哎呀，你去跟了李啥的？西配呀，那跟了子我白杀了呀！吃个鱼，杀个水，荣华富贵享受不尽。哎，姑娘，要慎重之本杀了呀吧！一口不灵光，吹发了，吹上来了！不知路打了一个雷弹，用作纹身剑，沙袋浪向唱起来，气得往你胸口里打。父王妹，当你那个人巴的打，你跌倒了，沙王的门开了，望着俺的，晓得唱不了。来人啊！你多来呀！一儿大嘴仔，上去再出来，是每人双银子50两啊！有什么？第二年再出来啊！再得了，6天天，地上有家人，小家个家人。嘿嘿，很傻。一只家人醒过来一个来浪在门前大步走嘎，打不脱了。弟兄一步忙从一儿门前来浪过来。一儿做娘，
顺德子对老大，不噶一点了。你在门前到处走噶，后头这病已得。哎呀，真是太心哦！太昏。泪追给，他说金钗背身难见，那司马银汉真是言。身我终身一配后山衣，真迹良师宋齐君。杀司马银汉泪得成，来一的妹妹亲，杀一的是女神，是后山君，来一妹子，一儿泪里忙正后里合拢儿童哈。隔壁家奴长子灯笼山看见要死个来跳下去之外，52人子怕汤哇，搿么到底哪行人要何为继续？